大先请教我讲你的名甲住址。阿娘，副驾，主机。就是机器的所在。哈，阿娘的厝。我唔是这意思。阿娘同学，你平常时休困拢咧创啥？父亲会命令阿娘乖乖顾厝，所以阿娘拢一个人孤单看电视。等下，安尼有人歹印象。副驾妈妈。是。请甲我讲贵子女报考伊电航的理由。死亡的理由是无？迄落死亡就是一般拢是身体功能停止，也是血流伤济，规身躯或者身骨折，也是头壳仔落落去迄款的。我换一个问题，请问妈妈，你的教育风险是？就是先下手为强。因小弟到底是安怎顺利大汉的？干业资历15年，到大我嘛完成过算袂了简单的任务，所头一摆拄到失败之误。干爹办公会啊，就是公司第一台。